，L 碼係 K6，加大係 K7，雙加大係 K8，呢個你自己如果女仔你都衝啊，女士們都衝啊，線冷衫外套，唔係線冷衫短袖，線冷衫嘅短袖，跟住仲有個藍色 M 碼係 K9，M 碼係 K9啊，跟住如果中意 L 碼係 K10，跟住 XL 係 K11。跟住加大係 K12，加大係 K12，男士款啦，男士款冇啦，得翻好少咋，得翻最後2-3個款咋，但係全部保證係最新啊，即係而家啱啱減咋，哇呢件好靚喎，喂呢件係我啲呢件好 Sam 啊，半麻質料啊，Sam 作為一個星情旅行社嘅老闆都會着呢個 style 嘅，你就知幾型啦。嗱，呢個真係夏天唔想即係唔使成日都 T 啦，就咁可以當外套喎。呢件仲要可以當埋外套喎，349蚊咋？已經係349蚊咋，超 Sam 款啊！嗱，如果唔想成日都係可以當恤衫着啦，佢當然可以當恤衫着啦。咁但係你話有時我當翻件外套仔，型格外套着，咁你望到啦，當翻件型格外套仔着，外套仔恤衫嘅，關鍵字嚟啦，斷碼噶啦 ，M 碼係 L1，M 碼係 L1，L 碼係 L2，加大係 L3，雙加大係 L4啊，跟住仲有一個超溫柔嘅奶白色。三格俾你啊！奶白色超 Sam 系列啊！呢件 Sam 同款，好奶白色嘅型格少少嘅，阿仔有時或者老公有時比較休閒啲嘅感覺，真係放假嗰種感覺啦。如果就咁當恤衫嘅就可以翻工啦。咁如果 M 碼嘅 L6 加大係唔係大碼係 L 唔係，所以 M 碼係 L5。M 碼係 L5，大碼係 L6，XL 係 L7，加大係 L8，加大係 L8，一共2個色，必買款。呢個今場必買啊！講緊係349咋，最新款喎，正常冇可能新款係呢個價錢嘅喎，冇可能嘅喎，免燙嘅咯喎，免燙色嘅咯，可以當外套，可以當恤衫着，超休閒。跟住又係啦，你幻想老公而家就着緊條長褲仔、牛仔褲，或者係短褲仔，就咁着就出街啦。好，自己衝啦！呢件數量極之少，因為啱佢全部咧，點解我哋會推咗男裝先咧？男裝咧好多新款咧，啱啱減咋。雞翼袖，好嚟雞翼袖。如果你話喂想買雞翼袖嘅，衝啦！想買雞翼袖得2個款啫，但係型到爆。嗱，你話Kelly 有時着雞翼袖，阿老公入到冷氣地方咧好麻煩㗎，又話要嬲件衫嚟啦。雞翼袖跟住之後有時我嚟嬲翻件恤衫外套，又試下涼爽又得，跟住斯文啲又得。所以點解一定要買呢件呢？有時雞翼袖咧係好舒服、好涼爽，但係你入到去室內咧，你會想喂嬲一嬲，我嚟食飯嬲一嬲，唔好露晒成個手臂出嚟啦，係咪先？男仔唔睇架底毛噶嘛。咁但係呢件218蚊啫喎，218蚊啫喎，舒服涼爽嘅喎，現場買緊係490幾蚊喎，我哋半價喎。如果中意黑色嘅話，3個色啊。仲有個米色嗱，如果中意炭灰色，我而家手上係炭灰色啊。M 碼係 N5，L 碼係 N6，加大係 N7，加大係 N8，加大係 N8啊。跟住黑色我哋都有嗱，黑色好靚，雞翼袖搭件衫又得，搭件外套又得，唔搭又得。呢件係可甜可型啊，即係可以好粗犷款嘅，跟住又可以好斯文翻嘅。
嗱就係佢啦。嗱，如果中意黑色嘅話，關鍵就係 N1 係 M 碼 ，L 碼係 N2 單 N 啊，跟住加大係 N3 啊，加大係 N4，加大係 N4 啊。米白色就應該係咧依一款啊，依一個，但係冇啊，冇喺現場啊。如果中意米白色嘅話，自己打啦。好，下一個。線衫嘅 polo shirt，線衫系列啦，因為佢呢一個品牌，我啱啱都講過，係呢一個對標。好，嗱，啱啱我都話過俾大家聽㗎啦，佢咧最出名咧就係賣線衫啊，即係線衫斯文嘅，你一着你就會覺得係佢啦，就係呢個品牌啦，就係平時出邊賣緊5、6千蚊嗰件咧。5、6千蚊同一個 designer 啦，就係佢啦。佢最出名咧就係出polo shirt 款，跟住之後就開紐啊，或者係好似而家依件咁嘅，用線質地，但係斯文嘅 polo shirt。咁分別有3個顏色，有呢個純奶白色，而家我手揸嘅 J1。奶白色關鍵就係 J1 啊，奶白色關鍵就係 J1 啊，跟住如果 M 碼係 J1，L 碼係 J2，L 碼係 J2，跟住之後加大係 J3，加大係 J4，加大係 J4，跟住就係薄荷啦。嗱，薄荷色佢亦有分別㗎，佢同佢有分別㗎。薄荷呢個感覺會再斯文啲啊，再感覺夏日啲啦，夏天啲斯文啲，係啦。夏天啲斯文啲薄荷綠啊，我依個位俾你睇啊，薄荷綠色。嗱你啦，如果中意薄荷綠色嘅話，關鍵字係 M 碼係 J5，L 碼 J6，加大係 J7，加大係 J7 啊，跟住